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26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甲华南分河区的影响，水气有较高。北部、宜兰甲花莲规工是较淡湿、较凉冷，其他的所在早暗嘛较清冷。长辉气象署针对台中以南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屏东雾台乡的回旋谷传出有9个人因为溪水汹涌涨起来，怎掉伫遐？加在消防队是已经顺利把人救出来啊。溪水正错流，伫咧河床的对花管的所在有7个查甫、2个查某掉伫遐。屏东雾台乡嘉茂村回旋谷附近，昨溪水涨起来，辽阔面将袂火路线掉喺顶头，消防人员有说话救人，经过2点外钟，把人全部拢救来。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加华南分河区的影响，水气较饱，北台湾、宜兰、花莲规工拢是湿搁冷，其他的所在早暗也凉。这礼拜前几工较凉，后壁几工温度就回升，到拜5开始的5月最连假就会较烧热。明天东北季风会逐渐减弱，同时降雨的情形也减缓，气温会比较回升一些，主要高温大概都可以回升到28到30度左右。到了周3、周4的时候，由于锋面接近，各地大致上都算是比较舒适到凉爽的气温。到了周末的假期，气温会再度回升。气象署讲，每年的5、6月就是落黄霜啊雨的梅雨季。后一波的梅雨方面将会伫2月到2、9来。气象专家讲，就要等到西南季风入去南海，梅雨方面的影响才会较明显。估计2月2、9这波梅雨方面雨会较大，所以大家就要注意防范，在沿时雨大雨。28、29号左右，所谓的这个西南季风就会进到南海，然后会往台湾这边过来。那同时在29号也刚好就是会有这个锋面南下，那它会跟这个西南季风会配合在一起，那就会形成这种比较典型的这个梅雨锋面。吴新武讲，5月这连假第1天，风面会扫到台湾的东南边海面，对台湾的影响会变较小。所以5月这如果恢复到典型的热天的天气，也就是过头了，山区较容易有热对流，较会落雨。搁刷落来梅雨方面，就要等到5月这过了后。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仔日因为东北季风带来冷空气，温度嘛降真济，咱做伙来看温度。中部以北甲东半部低温是19度至22度，有较凉冷；南部差不多是23度。也若高温的部分，北部的变化是无大。中部甲台东是25度至28度，南部也是有甲30度。若是上北或者是落南，都要注意温差。也若落雨的部分，受到东北季风甲华南分河区的影响，各地水气较高，北部会落阵雨。也若中南部的山区雨会较粗。气象署针对全台湾7个县市发布透风的特报，拢是温湿的灯号。为今仔日一直到明仔载下晡，有的所在平均会有6级或者是8级以上的阵风，提醒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安全。继续来关心，即马新冠疫情是又搁举起来啊，确诊的病例嘛有在增加。有医师就提醒，即马毋但是新冠病毒，还佫有流感等等4种病毒做伙举起来进行。除了爱接洗手、挂喙罨，嘛要特别注意提防交叉感染。囡仔一面算一面等医生，拜六下晡看病的人坐甲诊所大厅无位徛。即阵啊，新冠疫情佫举起来，确诊人数逐礼拜称悬，4大病毒做伙来。小朋友他去上课嘛，其实都会交叉感染啊。其实他的状况，他已经就是持续咳嗽、流鼻水1个礼拜。虽然说现在疫情不会到严重到重症，但是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他。因为他们学校也很多人那个不舒服，咳嗽、流鼻涕、感冒。那趁那个假日的时候，赶快大家来看。家长真烦恼，小儿感染科医师李尚谦分享最近即阵啊，呼吸道分子生物学检验，最近除了新冠前3名是流感、副流感病毒，加人类间质肺炎病毒，那出现呼吸道镜头要注意交叉感染。这些病毒加起来的话，就造成交互感染啦。现在呼吸道病患，我觉得应该3、4成、4、5成，几乎都是新冠。医师分析，这个疫情甲新冠变异株咬为人免疫逃脱能力强有关系。另外，民众防疫嘛较放任，不过同时出现后续问题，部分民众反映较歹买到快筛剂。有没有快筛？快筛目前都要等到6月中以后才有。6月中哦。
记者去台北市真济间药局，拢表示已经无快筛库存。药局表示，进前疫情缓和，家用的快筛种会较少。即马一天平均有10组人客想要买，毋过拢还搁咧排队。目前厂商那边都没有什么库存，因为这一段时间空下来了哈，只能观望，因为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目前我们手上也没有什么存货。对这代志，食药署表示，已经第22要求有许可证的业者开会，会配合变动调整供应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这个案件，在高雄有一个查甫人23的时阵去报案，伊讲因老母中风过身，需要协助。不过警察一个调查内，却发现讲这代志无啥单纯。伊讲因老母18的时阵伫咧厝边跋倒，不过老母是讲无啥要紧，规工啊拢无看人，却发现讲这老母已经无喘气啊。检警认为讲这做囝的对老母有救助的义务，却拢无作为，目前是照杀人罪罪嫌，该移送地检署嘛升压核准。门口电话拢无禁，可见离开时真赶紧。高雄大寮一个43岁姓陈查甫人，23暗时报案讲中风的老母破病过身，需要协助。不过检警介入处理了后，却是发现部分的疑点。初步检视，案发现场并无打斗痕迹，死者身体并无明显外伤，且倒卧于浴室门口。通知鉴识小组到场采证后，后续报请高雄地方检察署办理司法相验。根据了解，姓陈查甫人甲警方讲，18看到老母伫伊间仔门口跋倒，因过老母讲无代志，家己爬起来，所以讲无加去甲注意。23说想到几若天无看到老母啊，去房间看，才发现老母已经死去了。不过检警怀疑，姓陈查甫人可能18就老母倒伫原来所在，一直到伊死去。弄掉了，它造成蜘蛛网膜下腔的出血。蜘蛛网膜下腔就奇怪，伊唔是水死，因为伊流血速度很慢，伊出的速度就慢，所以弄查。因为2-3天甚至1礼拜才死，这个2-3天到1个礼拜之间的叫清醒期。怀疑该说部分受伤情况未造成当事人垂死，因过不排除检警可能掌握其他事情。厝边讲无清楚因母仔平常时生活状况，姓陈查甫人平常时常常拢袂讲话，因老母因为中风袂啥行爱夹拐啊，两个人拢真少甲厝边来往。手条条，什么知啊？无咧出来，无咧他们小了。检警认为，姓陈查甫人对老母有救助义务，确实拢无做，并且有以无纯正、无事违反的方式来杀人，而是以涉嫌放杀甲杀人罪嫌该抓起移送，并且关押核准，后续必伫6月初2复检调查因老母确切死亡的时间甲案情。记者综合报道。咱若伫咧台南有一个49岁查甫人，那就是因为找无头路的问题，甲因老爸去冤家，结果这个查甫人竟然举刀甲因老爸杀死。目前知影这个嫌犯应过有几啊届家庭暴力的记录。针对这个案情，警方目前要等咧了解。咱法院目前已经裁定这个嫌犯都要羁押。犯案了后，洗掉查甫人连同犯案的凶器，拢互警方同齐早登去警察局。这名洗掉查甫人伫23下昼3点外，因为工作问题，甲伊的爸爸冤家，竟然举刀插死家己年老的爸爸。台南市东区一处民宅发生命案。本分局员警到场发现一名男子躺于血泊之中，现场逮捕一名涉案嫌疑男子，全案依杀人罪报请台南地检署侦办，并办理司法相验工作。不过，洗掉查甫人犯案了后，家己报案，警方将其带回侦讯。厝边讲49岁洗掉查甫人是着家的大汉后生，亲像身心状况当年事业，不过有照时间食药啊，母亲是有失能的状况，需要他人照顾。爸仔囝两个人定因为工作问题去冤家。我有听去冤家的声，毋过2声尔，佮点去点去了，他一个囝他救护车来，我怎较开门出来甲谈？我阿娘但伊第一已经是安怎？我头也是当作是因老母的安怎？因老母的安怎无人知？因老母身体无好啊。有啦，拢有实在。老爸是做人做好。做好。之前就有一些偶发的家暴。到现在就平时人都很好啊。伫厝台南市社会局讲，洗掉查甫人过去捌有几啊摆的家暴记录，社工也捌提供关怀服务，后来因为无服务意愿停止服务，最近几年也无家暴通报记录，后续社会局会整合协助。那后续的部分，如果照顾家属有长期照顾的需求的话，社会局的社工会持续关怀，那提供相关的照顾资源及协助。
消费局呼吁，民众若拄到家庭暴力危机冲突的状况，第一时间一定要回避冲突，设法离开现场，完抢证书了后再来讨论，降低受伤风险。佮卡113也是110专线寻求协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金管会宣布，进前因为川普实施对顶关税启动的限空令，为今仔日开始即时取消。不过，川普阁讲，为6月份开始会甲欧盟扣50%的关税，互关税战是又阁压起来。上礼拜五，台湾加权股价指数期货就400点。今麦限空令取消，百面会冲击到今仔日的台股，这是互袂少股民感觉真烦恼。来看《联合报》，今年国民党党主席改选的时程即麦出来啊。党主席朱立伦接受专访的时阵讲，目前改选的时程无变，按算7月份公告，9月份改选，10月份会交接。然后伊去互问到讲是虾米人较有机会，朱立伦讲，国民党目前有4个真优秀的直辖市的市长。来看《自由时报》，中山大学甲中研院伫东沙群岛发现一个新的物种，叫做纳绿菌 DS4， 而且已经完成基因的定序。这个物种会当耐50度以上的高温，而且井水甲海水拢有法度适应。这种会当冻咧烧热，甲会当冻咧咸的机制，对农业来因应气候变迁是真有帮助。继续，咱要来关心阳明山国家公园4月份的时阵发生火烧山，炭烧的范围有甲4.5公顷。今嘛国科会勘查，怀疑是国科会下底国研院因设置的空气品质监测器内底锂电池导火，才引起这届火灾。目前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讲，会甲国研院讨180万的赔偿。顶个月14，台北阳明山国家公园小油坑因为导火烧起来，一寡绿色的树皮拢烧甲臭焦。这个月24，国科会注意5成文中会火烧山的地点了解状况，发现导火原因好亲像是国科会所属的国研院国防中心所装的空气品质监测器内底锂电池引起火灾。我们有相关的一些风险上的，我们可能拆除第一优先；没有相关的风险上，我们把它的电池更换为锂铁，或是用更好的方式来协助它的一些场域上的优化。国研院国防中心4月底前已经听到伫新竹市南投县、台南市甲嘉义县所装的16支内底有锂电池的空气品质监测器。未来国研院会要求管辖的各中心清查所有设置全台湾科研仪器设备，落实管控。阳关处回应，阳明山小油坑游乐区往7000山的步道，当时火烧山面积拢总4.5公顷，80%的干网，也有20%的建筑拢烧毁。阳关处会向国研院来求偿，包含设备维护20万、自动检测相机10万、环境检测60万，也甲空气总队出勤90万，拢总差不多180万。那个火烧的是表面火啦，现在它是芒草跟箭竹哦，地下根其实都还在，还有1个多月已经有一点绿色都冒出来了啦，但是我们还是会持续做一些生态的监测。通常是1年生的啦，所以一年就够让它长回那个样子。如果是高度，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下这样。阳关处表示，阳明山国家公园小油坑往7000山的步道，伫发生火烧山了后，较无1礼拜已经重新开放步道，预定未来需要1年的时间，当初烧废弃的干芒草这的食物。可望复原。记者采访报道。即马诈骗是世界赢赢杯，伫网络顶有人假作是人客要买物件来甲人拐钱。有一个大学生，伊伫网络顶要卖演唱会门票，毋若卖无成，阁去互拐超过12万。徛伫路边，即个穿白衫的查某人，手拎规罐拢是钱，伫现金交出去进前，卖互警方随出动。警察。这个姓黄的查甫人去互诈骗集团去收，甲受害者约见面，要伫教会边仔摕钱，当场去互警方抓起来。他们一定会教你很多话术，很多要怎么回答的啦。这个60多岁退休的负责人，因为社群平台内底假的广告，落入去诈骗的陷阱，已经了差不多30万。诈骗的还阁叫伊继续降钱来投资，要去银行领111万，加在去互行员动落来，甲警方合作，警配合要约见面交钱，去台北市大安这间天主堂边啊，等待诈骗的人出现。诈骗集团伪造假装潢、购置家具的估价单给熊女。教导熊女在金融机构提领现钞时出示给行员，
用以取信行员。这款假投资诈骗，台北嘛有一个查甫人，伊相信只要纳钱，剩的由专人代替伊操作，就会当轻松赚到钱。警方主动伊汇钱过，也还阁怀疑警察咧甲骗。即嘛除了假投资四个洋杯，惊要来买物件，实际上说是诈骗的案件嘛一直在增加。今年1月至4月，这种诈骗的量是排第2多。去年可能在10名以外，结果到今年，它的案件数是有明显上升，残忍数是上升的更快。今年1到4月累计了5.9亿，它是仅次于假投资。民众被这手法骗的金额多则到100出头万都有。警方接到报案，伫北部有一个大学生伫网络顶买演唱会门票，有买的人惊讲已经伫第三方的支付纳钱啊，要求这个查某大学生联络人客服务中心，绑定口座，算因为安尼引导汇款，验证口座的金流，全呢了12万外。刑事局提醒，相关身份的验证，大部分是以 OTP 简讯或者是立即可收款的方式来进行，也让其他的手路拢是诈骗的话术。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中一日伫虾皮网站，互发现讲，因有咧卖无经过核准的药啊。伫咱台湾有核准的便药啊，例外，其他是拢袂使伫咧网络顶卖。即马是药署调查了后，已经下令业者都要落市，而且交予卫生局来查办。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互不少人真困扰。毋过，进前伫虾皮卖场顶悬，竟然有业者咧卖无经过核准数级的异位性皮肤炎免疫抑制剂。小数已经请网络业者将卖资讯摕落来，也加强甲海关、甲地方卫生局合作。食药署持续与海关合作，加强抽查进口快递邮包，并与卫生局合作，主动监控网络非法卖药或代购的行为。一旦发现有疑似贩售违禁药的情形，则会移请地方卫生局进行行政调查，必要时则移送检调侦办。详细看伫原本的网页顶悬，业者标注这款药品是国内某一种特定原厂药的含名版本。小署表示，依照药事法第27条第1项规定，若是药商或者是药局卖或者是供应药品，应罚代票3万以上200万以下。目前国内除了经过核准的乙类成药，应伫药局、药商或者是百货店这网络卖以外，其他药品拢免伫网络卖。因为民众有需求，但是民众取得不易，或者是它价格高，它可能会利用一个价差来吸引民众是在网上来做购买。但是因为这些网站它都属于一个境外网站，所以其实国内包含食药署也好，相关单位都抓不胜抓。医生会看一个病患当下的情况来给予用药的一些指示，药的一个剂量，这个药的成分，什么时机点该用什么样的药物。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绝对不可以在网络上就这样购买药物？有所提醒，网络顶悬卖药物可能成分来路不明，建议民众千万唔通伫网络买药啊，则未食到假药啊，反倒会伤害身体。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2国各一届交换300个战俘，这届是战争3年多以来规模上大一届。不过，交换战俘进程，罗西亚算是轰炸基辅，造成乌克兰这边至少12个人死亡。总算会当登记，这段影片是乌克兰提供，并无讲地点，是甲俄罗斯完成第3波换战俘行动。俄罗斯也换登记303人，国家进前2天分别换登记307甲390人。这边连续3天的换战俘行动，也是俄冲突以来上大规模，有1000位战俘登记家己的国家。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что проведенный по инициативе России масштабный обмен пленными буде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созданию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й атмосферы для обсуждения условий мирн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换回来有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国家警卫队，也有边境防务加地种运输人员。这也是这个月初伫咧土耳其的会谈中，双方第一遍面对面进行和谈唯一的实际成果。第3天的换战俘行动开始进行的几点钟，乌克兰遭受俄罗斯无人机加飞弹大规模的空袭，造成重大死伤。那换人，那轰炸，换战俘行动，却又个反映出双方伫咧失败停火协调中出现正罕见的合作。乌克兰官员讲，俄罗斯以367台无人机加飞弹等攻击，也是俄冲突以来上大规模。因阿莫斯科对此是无做评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伫咧发表公开演讲的时阵，毋但批评拜登推行的多元政策，佮强调北约无增加国防支出，互伊感觉真不满。也若伊真满意的是伊加强军队保护美国的这项措施，也佮电讲这是伊的军事政策。前日俄西米洛美国总统川普行出专机陆战队1号甲军校校长见面，美国有名的西点军校伫当地日时举行毕业典礼，川普特别出席发表演说。除了各类毕业生专业工作，嘛提起对文化甲政治议题上不满的部分。The job of the U.S. Armed Forces is not to host drag shows, to transform foreign cultures. The military's job is to dominate any foe and annihilate any threat to America anywhere, anytime, and any place. 川普搁一摆表示，会伫下任之前完成金轻导弹防御计划来保护美国国土，强调会当重新强化军队是家己决定的政策。佮表示对北约组织目前加国防支出的不满是真久了，批评真正的拜登政府伫军队甲政府部门推行的 DEI 多元平等甲包容的政策。There will be no more critical race theory or transgender for everybody forced onto our brave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or on anybody else for that matter in this country. 另外，对于川普政府要撤销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的权利，伫哈佛向联邦法院控告川普政府违反宪法了后，美国联邦法官已经伫23裁定暂时停止美国政府对哈佛实施的招生禁令，而且订定离到要召开禁令听证会。因为比利时王室的伊丽莎白公主打完成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硕士班的头一年学业，对哈佛禁止收国际学生的案件，比利时王室嘛密切关心，是毋是会无法度互公主完成学业？关系新闻台是同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法国尼斯一间变电所发生火灾，造成西区差不多45000户停电几啊点钟，都连机场嘛停电。这个事故当局认为讲是有人挑工破坏的，已经下令加强安全措施。目前有2个无政府主义的团体讲，电力设施受到攻击是因做的，嘛已经展开调查。美国总统川普大幅度缩减国家安全会议的规模，真侪人去互洗头路。根据了解，地带派的干议员留任，也若黄之汉动向是不明。来看教宗良14世头一届针对梵蒂冈外交的议题发表公开的谈话，呼吁信众为中国天主教徒来祈祷，因为中国有1200万的天主教徒，目前分裂做2派。一派是唔承认梵蒂冈的权威，另外一派是坚持效忠梵蒂冈。良14世强调讲，希望因会当甲教廷保持共荣。继续来看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坚，二是伫青年国家安全论坛讲到会继续深化台美的关系甲和平。另外，中国即届5日控了后，并无对台湾发动军演，不过央视的网络平台确实发布真侪解放军伫咧训练的影片。有学者就分析，这是咧利用认知作战，要来吓惊咱台湾。台美关系稳健发展，美国在地协会处长郭立坚二是出席青年国家安全论坛，第次强调台湾是区域会使学习的典范，要深化美台伙伴的关系，互和平延续会一个45年。这些努力都将确保我们过去45年所守护的和平。能够再延续下一个45年。今日中国做了造成台湾连续9年无得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总统赖清德二是接见返来台湾的世卫行动团，肯定行动团徛伫第一线为台湾争取医疗人权。卫福部长邱泰源讲，即摆支持台湾的力量更加比以往较大，有27个友邦为台湾讲话。我们今年没有办法加入，但是我们不因此而放弃了。没有因为预算被删而放弃也没有因为美国没有加入，我们也同样离开。在万国公前面有一个三角屿公园，它就是少了一只三角，少了一只角，那只有台湾加进去，才能够让整个世界的医疗防疫网得以完成。中共若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也继续伫台海有军事动作。国防部二是发布，查到中共23架军机甲船舰侵了台湾，用是军事微博。更加连续有做强军训练影片，像是中共航南山东号进行战机起降、歼15战机演练、跨面飞行训练，也有强大模拟海上作战，挑战意味是真高。在我航行海区
区有敌舰机活动，命令我船立即做好防御准备。学者观察，中军伫武力抗了后，无对台发动军演，而是利用领地作战对台湾实施警告信号，中军的威胁规工拢无中断。象征说，解放军陆海空各军种都有一些准备对台的一些军事行为，可是他并没有说这个军事行为是在之前还是在任何哪一个地点，他利用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出来。国军反制中军的威胁，向美国采买海马斯导弹火箭有价下半年成军。配合 ATACMS 战术飞弹，打击距离延伸到300公里，对本岛会使打击中国福建省东部，提升国军的作战范围。记者综合报道。为5月17日，咱台湾就进入灰色加园，外界拢真关心发电相关的问题。即卖有高雄市议员就指出，现代电厂的3号甲4号乡土团的机组有偷偷咧放，要求环保局都要公开这个信息。不过，环保局讲，这个机组拢已经转做是有味的啊。有照环评承诺的规定，嘛希望现代的3号甲4号机会当伫今年年底来投入。自517了无核电，国内火力发电敢会全部拢开始放。高雄市议员表讲，现代电厂3、4号联煤机组偷偷启动。环保局强调，这2台机组拢是转做备用机组，并且依照环评的承诺，伫咧备转用量率无到8%时阵才会启动。2台只敢用100瓦点钟，无超过720点钟的规定，也讲今年就会投入。我们当时是有跟他讲，既然是说已经转备载了，是不是能够在14年能够除役？这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啦。但是这个部分还是要台电这边来评估看看。市府希望台电会当提前，不过台电又搁强调4号机依法明年才当投入。高雄市议员区宪质疑台电无尊重市府，要求所落来只要一开机，环保局就应该通知高雄市民防范。只要一开机，就应该同步公开在网络上，告诉高雄市民，这些燃煤电厂、这些老旧的燃气机组已经在开了，请高雄市民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区宪议员讲，现代是高雄市空污排放第2关的固定污染源，3、4号机伫咧4月2日2日时阵就已经启动过。要议员讲，大林电厂也同款，5号燃气机组也伫咧停机了，搁开始启动。环评监督机关环境部讲，环评承诺并无要求现代伫咧启用进前爱事先通报，因过事后的启闸是毋是违规？要求台电公司把每一天它有启动的都记录下来，我们去查就会查它这个部分是不是都有依规定在8%以上才启动，我们采处罚款就30万到150万。环保局讲，大林5号机也转做备用机组，启动标准是备转用量率无到6%的时阵，一年也袂当超过720点钟，并且讲台电伫咧启动进前会通知环保局，并且伫咧因的电厂的网站公布。对此，市议员建议应该全面公告，予大家知。局长张瑞芬讲，以后启动进前会上网通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北屯昨晖发生一个起爆的意外，有一个民众伫咧厝里要兄弟，压死一个溃裂，煞凶发生爆炸，灶口的玻璃是规个崩起。这个民众分尸顶几个所在拢受着伤，加在是无性命的危险。若是安怎会发生起爆呢？目前要咧调查。头家4个拢是碎玻璃，路边的车顶也全部拢有。这玻璃是对这个社区喷落来，大路两边拢用风速线围起来。25早起10点外，台中市北屯区昌平路2段这个社区高楼发生加速爆炸，64岁4号的厝主被炸着伤，送病院。他说他早上想要烧开水，那没有瓦斯，那他过一阵子以后再次做尝试，做尝试的时候就发生爆炸。4号厝主司机甲面部烧烫伤，加在无性命危险。大楼附近的厝边讲，前一天中昼就开始有闻到真高的甲死味，消防队前后来处理过3摆，县中天然气公司也派人来检修，结果也是发生爆炸。消防队来了2层次啊，因为有气体外爆啊。刚才出来之后，砰一声之后，还没有瓦斯味很重，很相当浓啊。今天早上的话，我有闻到味道。他跟我妈妈讲，我妈妈也说，刚我们可怜，刚我们 V， 然后他去闻，也有，打给委员，还没打通的时候就嘣一声了。
一连假释爆炸之前要如何避掉假释味？社区管委会讲，屏中天然气公司24下晡检查了后，发现确实有假释外泄，所以对迄暗8点了后就将假释总开关给关起来，并且有通知规栋的住户。我们就基于安全的状况，就先把这个总气源的开关关掉，然后把所有住户的瓦斯表的开关都关掉了。但是关掉之后，照理讲是应该没有瓦斯了，所以今天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还在调查。屏中天然气公司强调，假释爆炸发生了后，搁再检查也确认这总开关是有关起来，后续配合消防局来进行调查，查明假释爆炸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台中的消息，伫武丰有居民控诉讲，因住的厝因为地主甲土地卖互建商，28户内底有8户去互倒废弃物，甚至互拆掉，硬叫因住搬走。不过建商强调讲，因是依法的行事。律师嘛表示，新的地主依法是当主张因的权益，不过倒废弃物的部分要是有刑事责任。监视器翕到工人指挥货车，甲庄仔头这废弃物直接倒伫徛架头前空地啊，甚至出动重机械，甲徛架壁直接拆掉。台中武丰六股地区的民众指控，这就是建商恶意挑工强迫签署的手段。我这是还未签，即摆就是无签互伊就是用这个废弃物甲你炖的吼，你出去无方便时，你就是敢若是半威胁啊嘛。民众讲，家己住的是祖先留落来，住近100年的厝，多年来甲原地主用作用方式使用土地，虽然有地上物的所有权，不过土地也是这个4年的地主的。不过最近住户陆陆续续收到准证的批函，即知讲土地已经伫2023年6月卖互建商，当地28户的民众有16户就面临要强迫迁走，其中2户要互强拆。说921大地震，所以说体恤我们的辛苦，先不收房租。我们还是有提存，我们有诚意要完成这个事情，我们要存续这个租约，因为这是不定期契约啊。部分的民众讲，原地主对2002年就无对因收这租金，互因真侪占用户。另外有住户虽然向公库办理提存，也不过这片土地所有权已经转移予新的地主。建商讲，因家己是依法行事。搬迁补偿费的人，我们才拆掉他啦。我们就想我买就是迁去的啊。占用物，我过去如果有租赁关系，我要按时来付租金。当没有付租金，地主有没有跟他收？后来法律关系会变成使用借贷关系，那这样他就没有优先购买权了。律师讲，对现况来看，原地主甲住户无实际所有关系，无道主张优先购买权。也不过新地主建商若是以这款的方式强迫签署，会牵涉违反废清法，也有刑法的毁损、妨害所有者罪嫌。也有住户也讲会组成自救会来争取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有关交通的消息，台北市的忠孝东路是真长。有的路段开放乌托邦会当行内底线，而且唔免2段小倒弯。不过部分的路段却是完全禁止，好真侪民众是感觉煞无章。针对这点，交通局讲会赶紧来检讨。忠孝东路探过台北市中正区、大安、信义甲南港区，不过煞出现同一条路无共规定的情形。举例来讲，为1段至5段，有的所在内底是禁止骑乌托邦，不过6段甲7段是有开放，互骑乌托邦的人是煞无章。有时候我们来分辨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产生错觉，知道吗？所以说我感觉应该是要好好的统一规划一个制度啦。如果我走这个忠孝东路，我一定会来这里带转，这样比较不危险呐。比代嘛指出，台中甲台南等等的县市拢小连续开放，或者是扩大乌托邦唔免强制2段小倒弯。台北市忠孝东路7段527项，当时啦，煞搁加2段小倒弯的牌仔挂倒转去，批评是车路边宽行回头路，汽车甲机车路宽应该一致。交通管制工程处回应讲，因为业务交接疏失所致。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讲，台湾目前交通制度无人性化嘛无科学，应该爱以车速，唔是以车的种类来分车道，相对会较安全。今天摩托车的待转的问题，是因为进行机车的问题衍生出来的配套，而不是为了安全而存在的一个理由。你举出一个全世界用车种的这个轮胎数来分车道的这种规划的，有没有这样的国家嘛？实际上坦白说，全世界看起来是没有的。是以往会有这种不同的管制，可能是整条忠孝东路，它其实每一段跟每一个路口，它的
道路条件都不一样。我们当然在确保机车骑士可以安全左转的这个前提，去检讨把机车的待转牌面把它做拆除的一个检讨。台北市交通局答应讲，未来2段小倒弯的牌仔，敢若会减少，袂增加，会完整来检视规个路段，伫安全的前提之下，会向这个方向来做。而且嘛会检讨车路，敢是要开放奥多摆骑内线的时阵，甲规个路段做伙来检讨，来提升骑奥多摆安全。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关心学生，若是揸手机去学校，敢是爱全部拢交予老师统一来管理呢？教育部2日公布相关管理原则的草案。2日的时阵，有10外高中生去教育部外口静坐抗议，因为因真不满，因认为讲这个草案甲手机管理交予学校家己来决定。学生的代表根本就无讨论的空间，要求就要撤回这个草案。不下草案，不停示威，不改规范，不会退让。北部拜六雨不正大，教育部也伫前一暗讲，6月7日将会举行学生座谈会。不过，要讲30位来自无共高中的学生，也是照计划伫教育部头前静坐抗议。这个权益是直接切身到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平常就手机真的是，不管是游戏还是说我平常在跑学校的公务，我都是用手机去跟学校老师沟通联络的。因南部表达诉求，主要是因为教育部公告的早行动在顾教学校管理原则草案。高中这边虽然是各学校家己讨论定，也规定学生代表至少爱全体会议人数的1/3，不过到校务会议也是有可能被否决。在最广大的校务会议当中，其实学生代表只占8%，也就是可能有400多位到500多位的老师，而仅仅只有22位的学生能够参与到校务会议当中，并且学生的提案、学生的参与其实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学生也认为草案公布进前无大范围收集学生的意见，大部分学校应该照草案甲范本去定，真无诚意。他有写到说学校应统一管理啊，或是这个应以关系为原则这些东西。学校他因为也不想惹事端，如果他想要定更宽松、更严，他就可能会触犯，就是违反这个原则。教育部主考司代表出面接受电情，欢迎学生伫6月7日参加座谈，或者是伫公共政治平台表达意见。对学生要求撤回草案，表示这码草案是有过期，会加听意见进行修正。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因为这3年，台北的学校咧找代理老师是真恶找，甚至是招无人。因为即马中央规定讲，代理老师上久敢若会当聘用3年。教育局是建议讲，代理老师要聘用偌久，应该爱交予县市政府家己来决定。不过专家会认为讲，若要解决找无代理老师的问题，薪水都要增加，才是头路。代理老师招无人，互一寡学校真苦恼。以台北市做例，最近3年代理老师无够，有学校开6、7招，也是招无人。因为目前中央规定，代理老师上侪当连续聘请3年。台北市教育局坦白讲，代理老师要招考无简单，有部分山区学校爱招45届才招有人。台北市的就是物价啊，什么都比较高，因为我们目前代理老师的薪水全国是一致的，所以呢，在台北市这一边，我们要招考代理老师的时候，来报名的人就没有那么多。针对台北市代理教师招无困难的问题，教育局话讲爱向中央争取修法，建议续聘的年限由伫市政府家己定，提供更较方便，互各师资会当跨区教学。教育部是回应，后续会持续收集地方政府、校长团体、甲教师团体实务的意见，详细研究，甲地方政府共同协作学校。不过，专家会认为，要解决代理老师无够的问题，要为制度面做起，包括提升师资待遇、教学环境甲技术相比，也有保护教师专业教学自主权等3大面向，彻底解决。民间的平均薪资都往上跳，那老师的一个薪资并没有适度的回应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经济成长。如果没有在这个地方去正本清源的从这里面去改善环境、提升待遇，后续可能连正式老师都有可能在找寻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困难。侯俊良表示，一旦连续聘用年限，不是直接影响代理老师无够的主要因素。特别亲像是都会区班级人数多，教学的负担重，尤其即卖的学习更注重学生囡仔个人指导。地方政府会当为调降班级的人数做起，改善第一线的教育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的金针是真出名。即马伫本的天山农场有种台东7号金针，即马花已经是开甲规山坪，
农粮署讲，这款品种的金针会当做料理，而且制成无残留，食着嘛安心。伫台东猪本的山区，即卖黄金色的金针花已经开到规山坪，有不少游客拢来欣赏。经过伫台东县，若要欣赏金针花，都要到7月份伫太麻里的金针山才有得看。不过，即卖猪本山区中继海拔的天山农场，有种台东7号品种的金针，每一年4、5月时阵，金针花都会大开。很美啊，很漂亮，盛开哦，很棒哦。因为今年是天气的关系，所以是在5月初开，大概到7月初左右。天山农场嘛是台东县头一个有产销履历的金针农户。农粮署东区分署表示，这农民种的是台东7号品种的金针，花期有较早，会当闪开风台的时期，遐若采收的花园，真适合物流加工，而且佫会当入坑，会当做各种无共款的菜路。若好食，佫有产销履历，互消费者会当食着安心。那这个品种的特色呢，它适合鲜食，那它的花蕊的部分也是黄色，所以它整个在食用的过程它是不需要加硫的，它是真正的一种无硫金针。即嘛是热人旅游的大月，日本低海拔的山区金针花会大开到7月份，所来7月了后，太麻里关山的金针就会开花，游客热人去台东旅游，会当欣赏金针花。食金针的菜路。公视新闻台东报道。现在伫台南的大社国小，最近因打造一间生态教室，互学生做主播、做摄影师来小解黄金密报的知识。学校讲，透过这项计划，希望互学生了解生态教育的重要性。学生来去做导览，带大家看这间特别的生态教室。这是由民间团体跨国协力捐赠，伫台南大社国小内打造生态环境的教育中心。学校也个串联校内的多媒体中心，互学生分工做主播、摄影师等，录影片向大家小解，逐当定期飞来校园的黄金密报。然后他就会在我们学校的大叶懒人树那边生活。经过这个导播机，然后给传销小解，然后让我们更加的了解。黄金密报过去因为车地受到迫害，佮加上农业影响，地书族群数量减真济。大社国小8当前头摆发现密报，就伫咧校门口的雨伞树，迄阵才10桶只，但已经拖到200只。校方这回甲校内现地空间整理做生态教室，结合环境教育，嘛设计系统性的课程，要让学生了解保育行动意义。国历4月、7月左右，会来遮栖息繁殖，到冬天的时阵呢，伊就会飞转去中高海拔的山区的山洞，来做冬眠这个动作。福人社的帮忙，捐赠了8万美金，能够让这个生态教室能够设立得非常好。那给同学以及不仅是大社国小，还有附近的许多的小学生都可以来这个生态教室。校方讲，黄金密报伫国际互人立做敬畏不奖。2020年，咱台湾嘛甲立做国家敬畏等级，为了落实生态教育。学校定期邀请专家入校指导，互老师参社区民众拢有机会明白这个议题。伊嘛讲未来扩大办友好的课程，互更加侪学生来遮学习，嘛听识这款不奖。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桃园展会办台语歌的音乐会，邀请歌手陈随意甲文学音看手文香来演唱台语的经典歌。每一首歌拢代表无同时代记忆，也有对台语歌的感情。音乐一出来，随带人返去1930年代，迄个纯情的年代。这首歌叫做《四季红》，是陈友贤所创作的歌曲。这届特别由鹿港的歌手陈随意来做演唱。陈随意也特别分享讲要安怎用鹿港腔来唱台语歌。占阮鹿港讲站，你是站，我是山，站山永远念笑我。1960年代是台语电影开始流行的年代，当时文下专门替台语电影唱主题歌，伊也留落来1200条的台语歌曲。这届也特别邀请乐看手文香来做演出。
到1980年代，迄当阵台湾上届有名的歌手黄飞飞，伊伫咧节目顶悬拍破新闻局一天敢若会当唱2条台语歌的规定，开始互台语歌有机会伫咧电视顶面放送。我爱周末，那个时候非常红，我是无意中转到电视，看到哦，那我就帅气的一个唱歌的歌手啊。来到2000年代，台湾人开始注重武器创作，像董事长集团、5月天等等的歌手，把原本悲情的台语歌变做快乐的形式。这届活动是桃园市政府所办的台语歌音乐会，希望带观众了解1930年代到2000年代台语音乐的发展，让大家感受台语歌的水气。记者陈选柯敏哲桃园报道。第一家己的安仁家园是专门照顾弱势家庭囡仔的机构。即马因开一间咖啡店，要合作遮的囡仔来学功夫，以后出社会会当有一份头路，学会晓安怎照顾家己。走脚斗做点心，外口我的无因送煮好的咖啡，而且合适的员工拢是一寡弱势家庭的少年囡仔。安仁家园配合天主教家旗教区，做伙开这间咖啡店，唔但紹介機構學員的作品，更要予少年囡仔佇遮學功夫。假日都會予囡仔安排國高中生來遮做學習。那學習的部分就是因為我哋囡仔就是基本上伫出社會進前會社會適應，比如講後擺伊出社會時，甲學咱個社會較會使馬上做接軌上。家己關社會局表示，來到安置機構的囡仔，攏是因為拄到重大變故，或者是家庭功能無健全，有一個實施工課的所在，或者囡仔成人要進入社會進前，會當先來做準備。15歲以上之後，我們就要想辦法幫他找未來的出路，因為他未來在社會裡面就是他一個人。所以以我們的話，我們會在就業啊、生活啊、自立啊，做各方面的協助，可以學到一個新的體驗。希望可以來這邊打工，可以跟不認識的人互動。安仁家園表示，這個囡仔離開安置體系了後，若是出現自閉的心態，佇社會加減會拄到適應的問題。希望透過這個咖啡店，唔效校園學習工課的技能，累積相關的經驗，嘛效因重新培養自信。記者林慧婷家旗報道。來看世界乒乓錦標賽，咱台灣的男子雙打的組合林昀儒甲高成瑞，昨回拍贏法國了後，換甲日本車拼。分數是加真懸，落尾唱台灣以2比3拍輸日本，摕到這屆比賽的銀牌。世錦賽這日金牌戰，台灣鬥球男子雙打又向人名組合林昀儒、高成瑞對到世界排名第5的日本組合小種大燈互上征服。對手開始一波攻勢，出得領先，不過兩個組合真在入水5比5平手，更加火力全開，連摕5分，首先摕下局點。林昀儒反手一個球，再接高成瑞，對手回球出局，頭一局11比6勝落一城。只是第二局兩個人互對手挽回局勢，不過無要緊，調整一個。第三局台灣組合強勢搶分，提高中遠台來對球搶下1分。第4局一日拍到6比6平手的局面，不過對手攻勢再起，可惜6比11佫再讓一局。關鍵上尾局，林昀儒、高成瑞連續大打進攻，拍過對手防線，一直要搶分。台灣組合一直防逼，到關鍵一球，可惜回球失界，以6比11輸日本組合，將場以2比3輸予日本。隨上林昀儒、高成瑞出賽，逐場攏真硬鬥，先是連破2組中國組合，又佫第4強賽拍敗世界排名第1的法國藍布朗兄弟，進入決賽。雖然甲金牌無緣，不過也是在2013年，曾智嫣甲陳建安組合封王，繼12年了後，和台灣佇世錦賽男子雙打佫再奪牌。記者綜合報道。在這個世界上，敢敢有人類聽有音樂的？在加州大學有一隻海獅，伊會當真準對節奏咧叮當。節奏感是真好，學校的動物專家進一步研究發現講，其實遮濟動物攏會當透過學習來培養因對節奏的感覺。這個音樂來自美國有名的樂團大地紅會，佇1979年推出的歌曲，每分鐘132拍，節奏真緊。不過這隻叫做羅蘭的海獅，得到節奏海頭完全無落後。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的研究團隊也找10名大學生加入測試，竟然無人比會過這隻海獅。
Some humans are pretty good on those measures, but none of them were as good as Ronan on all of those measures. 罗南大约23岁来到这个海洋动物实验室，一开始研究人员怀疑伊安尼节奏感无定着只是卡合，也毋过随着年龄的增长，甲搁较侪学习，罗南无论是慢的也是紧的节奏，伊的功夫是愈来愈进步。She came into human care in a laboratory setting at the age of 2 and has since then worked every single day of her life in really careful training and experimental settings to expand and demonstrate her capabilities in sensory and motor tasks and cognitions. 讲到动物对着应该的节奏，就袂当无提起这只目前带伫南卡罗来纳州叫做雪球的风头莺歌。每晚30个雪球伫真人甲现人的起处出来，拢展现真好的节奏感。听到 Michael Jackson 有名的歌曲是《乌石白》，也佫会头甲骹当坐伫椅仔顶展现舞技。Animals that have the big brains, the long life, the developmental plasticity and flexibility to be able to learn to recognize those patterns and adapt their behavior to those patterns may have an advantage. 有这个科学根据，看到海洋龙鱼内的海狮会对着江南 style 跳舞，都袂感觉奇怪啊。公司新闻，其他人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1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0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